英軍集團羅老太兩個仔被包玉剛之女包培慧叫咗去截肢，兩個仔截肢各自一隻手，然之後包玉剛之女包培慧於2022年3月5日大約凌晨2、3點自殺死咗，地點白加道8號至10號，在場人有英軍集團羅老太及其子孫、包培慧家人、華人置業集團劉鑾雄、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。包培慧嘅死亡至今仍未公佈，遺體應該安放喺白加道8號，希望早日公佈死訊，早日火化，早日安息。